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49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逾越。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世人的救赎，然后他自己就成了献赎罪祭的代罪羔羊，就如同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耶稣那杀长子之灾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一同杀了羊，以羊血来作为记号，成为以色列人避开瘟疫杀害的一个灾难。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49节记载了这一段逾越节的事情。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：“我把逾越节的规律传给你们，异族人不得吃逾越节的小羊，但是你们买来而且又受过割礼的奴隶不受此限。暂住在你们家里的客人和雇工不可吃，吃的时候要全家一起在屋里吃，不可带出户外。小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。以色列的全体人民要守这一节日，但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就不可以吃这小羊。如果有异族人在你们中间定居，要守这逾越节来遵从上主。你们必须先为他全家的男丁行割礼，这样他们就被当作是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可以吃逾越节的小羊。凡本地生的以色列人和定居在你们中间的异族人都要遵守这一规律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当中也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，并且引用了诗篇第8篇第4节的经文，提到了人算什么，你竟然顾念他。基本上在这里的他指的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，相反的，正如圣经上某处所说的：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关怀他。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使他统辖万有。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，这明显的是包括一切。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，我们倒是看见耶稣，他一时被置在比天使低微的地位上，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使万人死。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而获得荣耀尊贵的华冠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得我们不再受到割礼的束缚，能够因为相信而得到永生的救恩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，回答我，因为我软弱无助，救我脱离死亡，因为我对你忠心，拯救我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我信靠你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整天向你哀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你的仆人欢喜，因为我一心求告你。主啊，你良善又乐于宽恕，你对求告你的人有丰富的慈爱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患难中我呼求你，因为你垂听我的祈求。主啊，没有别的神比得上你，没有别的神能够有你的作为。你所造的万国要向你跪拜，他们要歌颂你的伟大。你有大能，你成就奇事，
唯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主，在我们遇见的大困难当中赐下救主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，成就了主的救恩，使我们因为相信接纳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